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第一爱主持人陈明真哦。今日俩在非所呢，喺度你高雄市咧莲池潭旁顺嘅高雄物产馆吼，佢喺旗杆店哦。到嚟高雄物产馆里边度呢，你所有高雄属县、高雄首选嘅铁山、名山，综合到两边吼。旁顺看到清淡影响人工嘅高通通啦哈，所以啦，高雄有乜嘅铁山、名山、农山嘅部分。店咧高通通吼，佢每期吼佢乜嘅是同樣同啦哈。主要係來討論講呢一種嘅高雄市嘅農業局吼，到民國99年縣市合併以後呢，佢有一條新嘅農業政策方向來推動出來哈。其中到1801年嘅時間，有一種所謂南方嘅農業論壇，當時希望後生嘅農民嘅農二胎一個農三胎哈，所以轉到故鄉來做農哈。陸續到去年1802年開放嘅所謂興農嘅培訓班，到今年呢有興農嘅入門班並精英班來推動哦。到底佢哋提出一種嘅農業嘅綠級產業化，涵蓋嚟到興農哦。來進到故鄉來，對於高雄市嘅農業有乜嘅無窮樣嘅改變呢？涵蓋對台灣整體嘅農業有乜嘅樣板性提升呢？後續嘅效應係樣板性，佢比像到你青島後生嘅興農，然後大家講佢哋上課都係上啲乜內容，做起來有乜知道下快樂，也講真困難建議嘅地方哈。就馬上為現場嘅現場來賓，等下一起來討論。天嘅來賓呢係你高雄市農業局嘅局長蔡富進，蔡局長你好。大家好。好，大家好。感謝你嘅局長。今日來賓呢係你高雄農會嘅顧問，嗬，而家同時係你美農村田野協會嘅總幹事文忠良，忠良嗬。周正以後還有在場大家好，我係忠良，我來自美農，喺美農嘅行業，係，謝謝大家。好。第三位來賓呢係你嘅農業專科啦，屏東科技大學啊，屏科大農企業管理呢嘅副教授林豐瑞林老師你好。主持人、各位貴賓，大家好。在這邊很榮幸能夠到這邊來做一個座談，謝謝大家。高雄市農業局到民國1801年嘅時間來推出那所謂南方農業論壇。南方農業論壇當時提出一個所謂農業的6級產業化哈。這6級產業化這個概念其實是在1997年由東京大學的金村奈良成教授所提出來的。那剛才都6級產業化呢，把原本的1級的這個生產的這個部分，跟2級的加工製造，跟3級的行銷服務，那3級產業加起來1級加2級加3級就是6級產業化。那都提出了以後呢，馬上都用前空10年3月份，日本是對啦相關呢種6級產業化來做相關法案的立案啦哈。亦都希望呢，做咧透過一種嘅無強弱嘅1級、2級、3級產業之間嘅合作呢，做對來有效嘅來發用嚟到農村嘅資源，使得一種農業嘅發展呢，個更加發發嚟發展哈。結果呢，都用前空12年嘅時間呢，佢都得到要印證啊。那時候2012年所做的調查是說，確實日本農民在這個推行這6級產業化之後呢，他的所得就有增加。那最主要是價格主導權的能力好像已經拿回來了哦。但係對看到日本的經驗係一樣性，但是到高雄呢，高雄作為咧3年下來嘅效果係樣板性，那就所謂嘅參加6級產業化嘅興農、新農，佢哋都歸鄉來做農嘅時節，又面臨樣板性困難呢，想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台灣的農業農係生農嘅問題，其他生產靠天吃飯，就連賣嘛係固定的管道，睇下下冇嘛嘅競爭力。6年前，高雄市政府開始推動興農嘅計劃，想要培養新的勢力來改變局勢。因為我們的課程很活潑，所以我們吸引了很多年輕族群返鄉。主計處的統計的資料裡面，99年度我們高雄市的農業人口的年齡61歲。102年已經下降到58歲，代表就是說，我們這個政策它是有它的效果存在的。政策雖然簽好，唔過好不容易將94年嘅讀到大學畢業，老農又係用嚟看，也條後生頭歸去做農。條路好又薪水又多啊，唔變我貼可惜的啊。現在後生嘅出高天我個厲害啊，嚇！
也联想出嗰道产品出来，去安度呢农山一类人咯，好上就食啦。形容的主要是讲，俺哋生产得出的东西，对俺的消费者书哈，冇有太多剥削啦，也可以网络也卖，提供俺的利润，消费者买起来，嘛咁可以上。后生人归去做农，究竟会对台湾的农村和个农业带来嘛嘅变化？今年做法同老农民又有嘛嘅冇相同？务农等到拥有高学历的知识。鼓励思考下的问题，其实也几多学问容易提拔，包括统计学啦、气象的部分啦，还有植物学的病理啦，冇太好以上用我去了解咯。行那详细行那多年的来计算农业的条件，一嚟后生人联合嘅生产加工行个行销，我用在地的食材打开高雄市农业的蓝海。借由这个销售吧，将我们自己高雄在地的好食材推销出给我们的消费者。为了自己的土地啊，不要想太多，少赚一点，总比我们自己吃的不安心的好。传统农业就像落火茶，虽然靠三十问题呢，航天员来铁记录风。高雄市有24万的农业人口，但将200人的贫农，按样去改变农业的口思想，也得后生人还要再个多加油。看完影片，我想第一个问题要请教我们的高雄市这个农业局局长，就是说其实农业局在县市合并之后有蛮多新的政策推出，包括在100年有所谓绿色友善餐厅，希望地产地消，因为高雄市上也是个农业大市了哈，这么说。那在101年有所谓的南方农业论坛，当时就提出所谓希望年轻的农二代。这旅北的、旅中的能够回到高雄来从事这个百万小农向前冲。到了102年、03年有所谓行农培训今年有入门班跟精英班。那我看了一下你们这个行农或者百万小农这个课程，它着重的是在不是生产不是教你怎样去种火鹤啊，怎样去种番茄、种香蕉，是企划力、品牌力、行销力、沟通力，学的是决策分析、资料库管理、品牌经营，怎样定价格、定技巧。这些课程其实好像听起来不是教生产，是教怎样生财。为什么看到说用这样的课程来培养行农？你们的目的是什么？那这几年下来效果如何？有一些年轻人想要返乡，但是他们最主要说，我能够生活吗？我能够生活吗？那么很多人觉得想要农业就是说，哇，那个没有钱娶老婆，因为收入不稳定，看天吃饭。我想生活是他最基本的要求啦。那当然，农业是以人为本嘛的一个产业嘛。那我看到很多个父母亲。然后曾经带着他的自己的小孩子，而且不止1位、2位，很多位，然后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要的不多，他们年轻人只告诉我一句话：政府创造了什么平台，让他们以后可以生活。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在内部的讨论了以后，101年我们喊出了百万小农向前冲的农业论坛，南方农业论坛。那我想这只是一个起步，整个一个农业政策应该以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未来发展的政策方向，政府部门应该很明确的告诉我的年轻农民朋友们，市政府可以为他们做了什么东西。台湾只有一个小农问题，如何协助小农，把它变成一个容器，那才是我们要做的。台湾的农村一直存在着这个农地非常的细碎破碎，然后这个不是跟国外的那种大农可以去互相比拟，所以小农可能是台湾必须要面临一个结构上的问题那但是我想请教一下仲良说，其实要青岛跟行农大家都米农嘛我认为的中有蛮型呢，有些人是投入生技产业，有些人还是投入这个一级的这生产部分都有。你有没有看这种农会也好，或者说一些民间的培力组织也好？在跟农业局跟行农之间，它的一个桥梁的角色或相辅相成的角色扮演，您会怎么看？我讲个小故事了还国内小故事了。在2006年，我们开始跟农会在讨论，就是说，在面对整个烟叶世代已经慢慢没落以后，那到底地方产业还怎么去转型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开始尝试，就是说，当然有些固设过程，我们就抓出白玉萝卜来作为补充，在整个烟叶世代以后。在2季稻之间的冬季里做的部分，怎么再多一个收益？好，那可以协助这一辈子耕作了烟叶的那种老农在晚年可以有一个安养的生活。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在讨论以及后来在付诸行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有人问我：那你们就针对老农，那青壮农怎么办？好，因为当时俺哋都本人嚟问咩？好，甲好上边你唔照顾
好，尤其我不在农会还好，因为在农会就常被问，你农费都冇嚟照顾后生人啊。哦，单枪孤发肉农金贴天天啊。对对对，可是当时我就一直提醒农会，因为我们当时意识到一点，我就说，我一直提醒农会，我就说小心不要随随便便下去辅导青壮农，不要用辅导这2个字，你有讲呢？因为当时我们意识到一点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老农来讲，因为他有文化上的依赖，都比如种稻子、种烟叶，好，后来转种杂粮等等的。但是对于青壮农有心想返乡的那个青壮农来讲，他们有一些特质，就是说有创意、年轻，然后吸收外界资讯跟学习力比较多，而且也比较强。从事别的产业的经验，可以带回来对，跟农业相加相成。就闽南语讲的“嘎穷嘎扁”。他们敢从事去做一些投资，做一些风险性比较高的一些高经济果树，那我觉得是农村需要的优势跟活力。可是每一个高经济果树，基本上每一项果树都是一个种植专业，米类全部准压吧。火龙果也是一个专业，火龙果跟种芭乐专业就完全不一样，整个就是隔行如隔山啊。有样。那你农会怎么可能拥有那么多专业，说你下去可以辅导人家呢？我说你会把人家辅导倒。我说小心，我说这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知道那种角色的局限。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就是说，面对青壮农的部分，应该是要鼓励，就是说青壮农，就是说去学习更多的薪资，以及拿出他们的创意。那哪个农会这个过程去扮演好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真的是辅助平台。对于上面的政策，比如来自于农业局这边，就像有这个新的行农政策的时候，我说农会尽可能去扮演一个就是资讯透明化。好，资讯透明化，以及就是在行政程序上面怎么协助大家可以跟这整个政策做衔接。是。那包括当各自形容他们对各自产业有一些想投入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对于他们的技术学习的部分，尽可能把包括农改场或者一些农业研究单位有在开设这些专业性课程，尽可能让他们知道，然后鼓励大家去报名。资源整合起来，变成一个露出的平台，就对了。对。那包括了就是说。后续的一些可能他们需要一些资金的那种信贷的部分，我说尽可能在一个可被接受的情况之下去简化各种那种考核的流程，好征信的流程，让他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取得到一些需要的资金去做一些那种就是农业的开展。那我想问一下林教授，就是说，其实像这种行农，刚刚已经讲教你怎样生财。不教你怎样生产，当然生财要跟生产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扣连啦。就是说，您怎样看这一波的这个行农，在整个这个农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我的角度来讲，我暂时先不正面回答。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吴宝春他是做面包，但是它的里边的馅里面原料是用农业的原料，对不对？这是一个。如果哪天阿基斯他也是用这个东西把水果、露菜等等这一些的，那你想一想，那些水果是不是跟着也有市场了？那最近我们高雄市有个小孩子，凤山的小孩子吧，好像甜点世界冠军嘛，对不对？他也是用我们的食材，用当地的水果。好，那这个关键就在这里，你从消费端里头你去产生这个需求的时候，自然我生产端就会有人大量去种嘛。最明显的例子，你从一个简单来看，最近香蕉种了很多，我看屏东也种了很多。为什么？因为 Seven 听说 Seven 嘛，一根香蕉是一根一根在卖，不是是一根一根的在卖。有。以前是一串一串在卖，现在是一根一根在卖，对不对？啊，这个答案就来了嘛。好，那所以这个答案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所以你以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不觉得说你没有先教他生产，然后就好像是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跳跃式的、大胆的一种先进的做法啦。好，那严格讲起来。农业刚好也告诉大家，农业并不是只有生产，而且不是只有生产管理。其实我们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价格管理啦、财务管理啦等等等这些，就产销人发财的东西嘛，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农业它其实是一个企业的概念，它是用农企业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好，所以我想我的问题，那刚刚主持人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回答这一块。好，谢谢我们的教授。那我想请教现场这些行农朋友们，就是说，当初你们是怎么样知道有行农培训这样的课程？当你们跟你们的家里面的长辈、父执辈说，想要去做农哦，想鬼都不可以做农些接触你们的农业的时候，家里面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对你们的这些想法赞成或反对？那可以跟我们做一下经验分享吗？好，这位
我回来的时候，就是这我们家我已经第3代了。然后我爸从95年开始，他每年的凤梨文化节都得个大大小小的奖项。所以当我回来跟他说，你这个肥料好贵，然后我去屏科大学一些这有机的课程，我们有自己可以做一些菌类的一些这易肥，然后去用，可以省掉很多的成本。可是，我爸就冷冷的跟我说：“啊，落料啊，你别负责。”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掉光了，是不是你要负责？因为就是用你这种有机肥料，万一全部掉光光了，你要负责吗？还有一些有机的农药，其实现在的农业其实很进步，生物防治的一些方法。对，生物防，我们其实，所以到最后，我跟我爸就商量说，因为像我们家的农地，其实种玉荷包已经有面积大概9甲地，所以你有1甲让我做有机的耕作看看，跟惯行比较一下就对了。没有，像我们家，因为玉荷包还是它要做有机，它是有一点点难度。可是，从以前我们家都集园圃，可是这每年在集园圃要开讲的时候，就是要寄通知单，都是心里很忐忑，不知道会不会过。可是我从去上一些课程，有机的课程，其实我用了一些生物防治。这3、4年来，我们家的玉荷包通常都是零检出。好，对，看到一个成功的行农案例，还有哪一位要跟我们分享？这一位，当初归来做吼，我家官讲啊，因为3年前开始用有机的方式去种，一开始种的时节，我家官看唔过去，因为我拢用草生栽培。伊讲一句话，臭难死嘛，冲伊讲要吼，你一种做法吼，会饿死，伊就拄唔掉，就偏论八做嘅，迄间人拍错。我诶今年开始，我哋莲湖，去年的啦，开始我哋莲湖就用有机栽培，有机栽培后，我哋去申请成大认证过后，今年过年的时节，我哋开始卖莲湖的时节，破网络开始卖我爸爸、我妈妈就我家官讲用，种个离合种个研究个学到诶，每日个按部头8点半咧在这边。当日本个消费者决定做。系啊，因头摆伊讲，我爸爸讲一句话，我务农60年冇存到钱，能有可能讲佢3年底杯就可以存到钱，我们就是真是比看。尤其是今年，看到我们的莲雾跟陈蜜香，过年的时候，真的每天都在赶宅急便，不是宅急便在赶我们，是我们在赶它。好，谢谢。又一个成功的例子，还有没有哪一个成功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就是本来可能家长都不太赞成，后来你有说服他了。其实我家长其实到现在还是不认同。到现在还是不认同。对，因为我是做宅急便退下来的，所以我相信一些好同学都认识我。因为我都有收过去他家收过货，其实我不是要赶他们，其实我是被公司赶，所以我要一定要去。因为公司有它的流程，所以没办法一定要东西要输出去，还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对啊。那我妈妈志兴，我爸爸跟我妈妈，他还是不认同说你为什么要回来种田？因为我想说我已经回来美容种陈蜜香跟火龙果，那你有没有生产技术？他也不是种田的人，他也没办法教导我们什么。那我就变成我就要不断去农民学院上课，然后刚好农业局也刚好开一个新农班，那我们去学行销包装，去了解说农业要怎么去推广或者建立品牌。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农业局成立这个课程，让我有机会去参加。那到现在，那我除了从种植之外，我还有做加工，也去学加工。做果干，做果酱。火龙果的果干吗？对，我几乎也有做陈蜜香蜜饯，也有在做所以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就去研究这些东西。刚开始在做的时候，说实在真的很辛苦，几乎把一大堆的番茄都拿去倒给猪吃有个农专门在收厨余的说，我猪已经越来越胖了，那个卖不到钱了，不要再倒给我了。所以你造就了一群水果猪就对了。对。所以说至今我爸爸，所以说我要先从我做起嘛，把这些农业做好，让我爸爸看。还有哪一位要跟我们分享？这一位，早期不是很会去解说我们农产品的品质或者是安全度，那可能上了课之后呢，它整个衔接的是产品的自我建立也好，或者是安全的把关，
那甚至于延伸到所谓的包装这个部分，那就整个系列的课程里面，可能我们就学回来，那我们就回来跟爸爸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面对我们的消费者。对。呀，甲讲又讲，要做对路，也讲其实后生人总会要甲以为无的，还咧老人家的做法较运动。的确，伊出去伊嘛，因为讲唔能后生的做嘛个做按度彩色的盒子，你的前提啊，成本安尼多加几多啊。那但是我跟爸爸讲，其实如果消费者直接可以请来买东西，我们就可以将我们贵货的产品带动出去，就唔是在本人。唔是本红票了，讲那种家私出来，好，感谢。好，听完这几个新农的分享，我们发现其实真的有无限的可能性。他们也许带着不同的过去的产业的专业的背景，或者说不同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工作经验，甚至不同的年纪去投入这个农业，那的确产生了一些火花，有些是跟家长之间言语上的火花，有一些是真的有成绩出来说服了长辈。我想请教一下林校长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些火花的产生，会对台湾农业产生一些质变，还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东西，它真的未来真是一场好梦，还是只是南柯一梦？就直接先回答后面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好梦，绝对不是南柯一梦。让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我想哈，很好，因为基本上形容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年轻一代。那么年轻一代，其实我的想法里头哈，我坦白讲，它有1、2、3。好，什么叫1、2、3？一心，好，然后2季，然后3支。好，那所谓一心，就是我们这边年轻一代的，或者是现在的所谓的形容，基本上来讲，他会想要用新的，好，他想要创新，甚至于他要展现新的。好，那什么叫2季？因为它有资讯科技。它有一些科技，它会用科技去运用。我们现在年轻一代绝对会用科技去运用，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来，你会用你原来的那个科技，你去应用在你的农业上。好，所以这个是一季。第二个是你很会计算，而且你会分析。好，这个就是我们形容课程里头会谈到，就是说你怎么教你做决策分析等等这一些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因为你收益比这个部分，包括你的成本比，你会去计算。那什么叫3支呢？这个支我讲的是资讯的支，你有你的资源，好，你会做你的资源的搜寻，你也会运用你的资源。第二个，你很厉害，会用什么资讯搜寻，好，那还有一个更厉害是什么？你不知道的，你去问别人，这叫咨询，去咨询人家。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在这个部分里头有这3大的特色在。但是问题来了，你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这一次我们这边刚刚所提到这些，这些的情况里头，其实它有它的困境。困境来自于什么地方？第一个大环境，比如说我们国际环境，我们农业的外在环境。好，第二个来自于市场，你一定会面临竞争。在座各位，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竞争者，对不对？你们一个人竞争者，所以呢，答案就是你们要学会竞合，又竞争又合作，先把饼做大了，再来分这个饼。好，那条件是什么叫成功？就是你只要比前一次。它递增式的递增，你的成功率是比前面递增的话，那你的答案你就是成功。好，那从刚刚的大家的分享的经验里头，我们发觉到，其实你们的土地大概目前为止，大概就是说以小区块在经营，而且大部分都是来自家里的。好，那但是问题未来是你可能要做整合，因为你做的不错之后，你的事业版图就会越做越大，这是必然的途径。我刚刚不是提到，就是说你现在是小区块，可是未来当你组织事业版图扩大的时候，你就会要跟别人合作了。那你要跟别人做，要么就是你自己去做啊。我刚刚讲过的，我不担心你们的栽培技术，因为你自己会去学啊。不然的话，你就会去要求别人。那要求别人，要么就请人家帮忙，要么就跟人家合作嘛。所以这一点我并不担心，但我比较担心的是你们可能考虑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学了这么多以后，其实你满脑子就会跟我一样，就会想到的效率化的经营。可是效率化经营怎么叫做效率化经营？你满脑子就会想这个问题了。好，这时候效率化经营里头，再加上我们外界社会，像现在既然议题已经出来了，很多人眼睛都在看着你们身上，那你怎么做创新管理？你怎么做生态保育？你怎么会做危机管理？这些问题都会跟你产生关联。好，那还有可能大家会希望，因为你是年轻人，所以人家又希望你是在地文化、在地社区，你们能不能替我们社区发展出来？我相信我们美容大概也是会这样想。好，谢谢我们教授。那仲良要补充。我们现在都鼓励做后生一推就是说返乡从农。
可是我说返乡从容不是叫你就是说把过去的学习就给切断，然后就回到土地回到田里面重新开始，其实不是的。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过去我们发现哈，就农村会有一种低度发展的问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农村本身它所需要的各种专业服务太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现在就是说在一些耕作上面，我们连产品的包装设计其实本身都做得很差嘛，所以才会很多人要投入在这个部分做行销嘛。为什么？农民可以做出台湾农民非常厉害，他有办法把番茄种得跟小玉西瓜一样大，然后跟小玉西瓜一样甜。就说在生产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我们就说不会行销嘛。但不会行销，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是因为农村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服务太少，而这个太少，我觉得是在各位作为一个行农所谓返乡的一个过程里面，事实上是应该把你的专业带回到农村里面来，带回到农村里面。我曾经看过一个朋友，他学景观规划的，然后他景观规划完以后，他就觉得在都市里面去帮那些高楼大厦做景观规划没意思，他就自己回到家，然后接了家里几块田以后就去那个也开始种田，可是呢，就还是会寄养。他就把他在景观规划所学到的一些植栽的那种地景上面的那种美感的那种专业他就种了一些植栽在田埂上面，他整个田闻到看过去漂亮啊，所以我就说光是看田就比吃它稻子还要有意思。所以它的田就有景观规划概念，看起来赏心悦目。对。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局长，就是说，其实，在整个行农培训过程当中，相对于过去的农业局的一些政策来讲，有2个部分是非常不一样，是不补助、不收购。为什么不补助、不收购？那不补助、不收购，你们还有什么其他配套吗？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建构一个安全农业的城市。第二个，我想在整个产销平衡方面，我们必须政府当然要尽一点力。第3个，找回农村的价值，找回农村的文化。第4个，我们必须要架构，吸引我们这些就是说不是属于农村的朋友们，愿意来我们农村里面参与我们农村的体验活动，活络我们农村的经济。是。我想这4个整个面向里面呢，涵盖了很多。那行农朋友是我的种子部队，是我的种子部队。我想行农朋友到目前为止，100-200位的行农朋友，在高雄市里面、农业局里面，尤其深入农村里面这一块，我们从一日农夫的体验秒杀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从外地不管是国外的好朋友们，或者是国内其他县市好朋友们来参与一日农夫的体验，他们真的只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们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农村，什么叫农村？体验到什么叫文化。所以人才是真正农业里面最动人的风景，就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通通哦。这边有个高通通，它原本是应该躺在地上，原本农民就是经常所谓的看天吃饭，但是这个躺在地上的高通通，这一个高通通哦，他其实是乐天知命哦，他可以很清楚知道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未来方向是什么，他也知道政府可能会在哪个部分给他适时的协助，拉他一把，扶他一把。这就是高雄市农业局在行农部分他要做部分。那是不是真的如我们的局长所讲，农业局做的事情已经够了呢？我们行农朋友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呢？我们想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讨论。村民台 P 节目现场哈，其实高雄市迄个台湾讲到是有空港有海港，好像是一个工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大都会。其实农业在大高雄都会区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这个产业部分，所以农业局才会有一个大开大合的一个做法。除了这个行农这个培训之外呢，这个也出了这个行农本色这种季刊的刊物，甚至呢还拍了这个行农的微电影哦。那我看到今天有我们的微电影男主角来到现场，我要问一下，你有想过你会当电影男主角吗？没有。好，那行农给了你这个机会。
对，没错。好，那请问一下，新农除了给你当电影男主角机会之外，他还给了你什么样的机会？很多机会是我做梦都没有想过的。当我要从事农业的时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回乡从事农业。当然，接触这个新农的时候，让我知道说，哦，原来做农也是不简单的，要接触媒体，杂志，甚至广播电台、电视、记者，甚至电影。所以这个农业不再是一个很简单的农业，现在的农业是一个很广泛的农业，是让年轻人可以接触自己的梦想，甚至可以从接触这个农业之后呢，可以从别的地方来发展自己。OK， 好，我们感谢这位行农年轻的，谢谢，跟我们的分享啊。其实刚刚就是一个随堂考试啊，因为他说要面对媒体、面对记者，我就考了他一下。除了说志同道合之外，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知道他们还有读书会，他们还会彼此互相交流，包括去年在布鲁塞尔这个烈酒大赛得到这个冠军金牌的玉荷包。我们刚刚讲过，高雄玉荷包是产量全国第一，玉荷包的烈酒和啤酒也是因为这些行农们这样激荡就出来。我想问一下，做玉荷包啤酒的或做烈酒那位乡亲有没有来到现场？好，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是你的玉荷包啤酒，这也是我们行农他在这2年之间就已经有成绩出现，包括去布鲁塞尔参加这个啤酒比赛、烈酒大赛都得奖。像我们玉荷包来讲，以前是没有在做任何的加工，因为玉荷包产期大概10来天，可是它因为量太多的时候，它价格是崩跌的很快，所以我们今年从去年开始就把玉荷包的那些比较次级品或者价格比较低的时候，我们拿来做玉荷包的加工品。然后这支是我们今年我们行农自己做的，我们行农里面有一家酿酒厂，然后我自己是种玉荷包，我请他帮我们代工。接下来还会有更多行农的商品，所以行农之间真的发挥了1+1大于1大于2，甚至等于6这样一个力量产生了。好，谢谢你的分享，谢谢。还有没有哪一位行农要告诉我们说，其实 MIK Made in 高雄 MIK 的产品真的是好产品，来跟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这一位，其实送行农的课程之后，能发现原来上过课程，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在从事的就是6级产业。哦，真的吗？我自己生产，然后我也酿，我也腌制，对，而且腌制呢，我是跟在地的老人家学习。对，然后是传统的一个风味。那接下来呢？你腌制什么东西？腌制萝卜。哦，白玉萝卜干、老萝卜，然后萝卜苗，就是萝卜叶这样子。后来我又发现，我也参与社区营造，我也带那个导览解说。所以在那过程中，我无形中就已经做了6级产业。那在上一次的精英班里面，我发现当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们竟然可以异业结盟。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行农的伙伴，他是开咖啡厅的，在内门，就是可能在大家的观念里面，咖啡里面也要加萝卜干吗？不是，我觉得我的专业可以结合的是有关于导览解说。导览解说。对，因为我们如何让一个偏乡但是有特色的地方，变成大家愿意特地去到那里。我们行农的同学在每一次的课程中，其实都激荡不少的火花。所以刚才像思维啊，或者其他的伙伴在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行农可以这么强，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课程中去把火花激荡出来。好，感谢你的分享。还有哪一位要行农跟我们分享 MIK 的故事的？分享行农之间，好，这位。我种火鹤花的。火鹤花。对，因为自从上了行农的课之后啊，因为我本身以为火鹤花只是往拍卖市场跑。哦，对，很多那个。对。初一15拜拜的时候，那个切花都很多那个火鹤花，对，红红的很喜气。对，但是自从我上了行农的课之后，是。我有一次去花店，我问说：“这一支火鹤花多少钱？”他跟我说30。我想一想，奇怪，为什么我往拍卖市场跑，我一朵花只是10块钱而已？然后上了行农课，终端售价是30。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让我的花，因为我也觉得我的花很漂亮，对但是为什么价钱就是那么低？因为我想说，火鹤花不是只有在我们田间能种，我要让每一家人在一路开口中的啦，
在不用办公室也很疗愈啊，不是吗？大家在办公室如果心情郁卒的时候，看一下那种佛后法吗？也蛮疗愈系的产品啊，哎呀。像这个东西，就是我上完形容的课之后，跟一些形容的同学，我一直在问，我的花也不能吃，然后又卖的价钱又很差，我要怎么往市场去跑？然后就想出了这个东西啊。好了，我来问一下你的同学好了，同学，请问一下，来，我请问一下。这个东西多少钱？你愿意买？你说这一盆吗？对。那如果说是我们摆在太便宜了，这30。玻璃瓶跟弹珠都不止30了。哎，这不是弹珠，这是一种培养土哦。哦，培养土哦。哎，它有科技成分在里面哦。那就更特别，这一盆大概200块，可以放在，因为我以前在银行嘛，然后担任主管，那女生的话大概200多块可以接受这一盆，放在桌上。对对对。好，所以你愿意花250块？哎，没问题啦，没问题哈。是，在这1个月里面，我光卖这种盆花，一开始当然家长反对，哎，还不怕又讲啊，中法又中法。你干嘛东西呢？好罚买都按麻烦。嘿啊，因为还打工。嘿啊，还有米，他看到我的成绩之后，我这个月卖了快400瓶。嘿，我上完新农的课完就差不多。都给1张页的啦，哎呀，就卖了快400瓶这样。你是在市场卖、花店卖，还是在网络上面卖？网络跟因为之前农业局有办那个育儿包啤酒节的活动，哦，现场这样卖。活动市集的时候卖，哦，所以你都爸爸面头前各方面他太上哎。哎，没啦，爱做爱一周一啊。哦，还有啊，跟父亲季竞争又合作了哈。好，谢谢这位的分享哦。那我想请问一下教授，就说您看到这么多可爱年轻的朋友，他们对 MIK Made in 高雄哈这样一个形容的东西，它的一个自信心，还有他们觉得从容那个价值感，您怎么样看待这些年轻人未来的发展，或者说形容这个课程，它未来如果还要延续下去的时候，它有哪些部分是可以补强的？我想哈，我刚刚看到的是一个团队，好，第二个我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它这个品牌叫做形容，好，所以将来我们打出去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是一个团体战，好，因为大家本来就是一个 team work， 你看刚刚的脑力激荡，通通都是来自于彼此之间的互相切磋嘛。除了你们自己本身的协调沟通之外，要怎么去跟社会、跟消费者做协调沟通？好，因为你的好要让人家知道啊，但是问题是。他怎么知道呢？所以你就要想办法让他去了解。好，这个是第二个哈。那第三个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们组织连结，因为我还是回到一个关键，毕竟大家虽然都是所谓的一个个体，大家看起来是一个整体，好，可是私底下我们毕竟还是个体。既然是个体，回到我刚刚所讲，还是一个竞合的观念啊，所以竞合观念还是要回到一个很重要思考，就是如何把饼做大。好，先合作。再来小部分的竞争，好啊，这个部分里头，其实我们现在国外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啦。好，只要大家学会对组织做绝对的忠诚，或者是信任跟信赖，我相信各位的明天一定会更好。谢谢。好，谢谢教授一再提醒我们把饼做大这件事情，竞合这件事情。其实刚刚教授在上半段节目讲到所谓外部的环境，刚刚我们很多讨论是讲内部的环境，内在的。大家情感的共识啦，或者是彼此的互相分享，这些好像其实都没有问题了。现在台湾农业不光是高雄新农，面临一个很大一个外在的环境，说我们的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这件事情的挑战是越来越严苛，尤其在自由经济贸易区，高雄的高雄港啊，6港1空里面，在这经区里面会遇到挑战，恐怕会更大。我们除了把 MIK Made in 高雄这个品牌做大之外呢，我们其实要把 MIT 这件事情也做大。你们觉得说，你们有没有信心？好，这位。我觉得它是个挑战，也是一个威胁。但是换个角度想，它也是一个新的舞台。新的舞台。对，一开始我是选择在12年的时候，我是选择语言比较容易的，就到中国的市场。中国市场去看了一下，其实说真的，他们的农业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都是大农，那威胁度也很强。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除了希望说政策的保护，中国大陆有人种神秘果吗？当然是有啊。当然也是有哦。不过在技术上的层面，当然是有待去调整。但是我们在台湾，因为我们资讯比较发达，
所以在资源上的一个修正跟整个去转换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可不代表他们跟不上，他们也随时正在吸取我们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地方政府把我们这群年轻人换出来，引导出来，其实就是给我们勇气去这个舞台去挑战。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因应这个部分，这样当然也把更好的品质留在台湾这样子。好，所以您不担心？我是觉得，有信心面对。对，但是当然也希望说，政策上的调整能够要考虑到每位小农，因为台湾没有大农，台湾只有小农。那这样的目标之下，我们怎么鼓励或是协助我们这些小农，能办法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潮流？这样。好，谢谢。那问题我想请教一下仲良，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台湾很多都是小农，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面对全球的贸易自由化的时候，事实上 MIT 这个品牌就很重要。当我们把饼做大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从农的人都能够共同来固守 MIT 这个品牌。可是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产销班或不同的从农人，他也会想要走自己的品牌。小的品牌、个人品牌跟 MIT 这个品牌，在共同面对全球的贸易市场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当中怎么样拿捏，或怎么样的一个政策思考，会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其实我在之前我一直很注意，就是说是否推新农这件事情，就是说新农其实应该强调就讲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创造从农业里面创造一种新的价值。而这个价值代表一种品牌，也是一种品味，甚至是谈到新的那种代表某一个特定地区的一种品味。那我也不确定，就是说，即使面对像刚刚谈到自经区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担忧的部分，是因为自经区的那种设计其实适合那种大宗农产品的那种企业化经营，可是对小农，事实上我们会觉得可能不见得会有利。但是问题是，难道在这个过程里面，面对国际自由贸易化，小农就没有希望吗？其实从国外的案例来看，又不见得。其实因为你有发现，其实就是说，当某一个农产品，我们可以从它的环境，甚至是气候，到土质，到生产者的故事，甚至是家族的故事，以及它是管理技术有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话，然后变得是一种行销的一种品味。我们发现其实它还是会形成一种就是市场的一种吸引力。那它也许小众，可是小农对小众，我觉得它是有可能性的。那当我们有很多小农，不同品味的、不同品牌的一种小农，它对应的是台湾很多不同的小众，他特别喜欢哪一种品类的、哪一种 style 的那种农业品牌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交叉会是很有可能性去突破整个就是国际自由贸易化那种所谓就是说量化的一个问题。面对自经区也要在高雄市来发声嘛，就是说这些小农怎么样去面对那些国外那些大农，那些全球的贸易自由化竞争，农业局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对策？是未来新农它势必会遇到的挑战，而你们已经想到，或者说你们已经有预拟出一些初期的想法，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吗？讲到自由贸易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出说，政府在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设计好了没有？设计好了没有？你考虑的只是整体的大 GDP， 或者是你只是说经济规模的产业的输出呢？还是有没有考虑到说小农朋友他们今天面临的小农耕作，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啊。台湾的土地小农里面，这无法改变的事实的时候，我们设计好制度了没有？这个才是重点。还是说我为了迎合整个一个就规模经济，我必须要引进自由经贸区，引进国外的一个农产品进来？那我请问，我们担忧，其实这些小农朋友担忧就。我们设计好了没有？我们设计好了。那所以说，在100年的时候，我们提出整个一个安全农业政策，去打造6级产业，100万小农向前冲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一个构想。那我刚才一直强调了，农业是以人为本的产业，这个很重要。这个重要性在哪里？我想未来高雄市政府会结合我们的新农朋友。去创造无限的可能，我们抓住梦想，创造无限的可能，然后往前走，然
然后做一个企业化的管理，结合大家的力量，发展大家自己本色，去创造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好，那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听局长讲起来，还是需要大家很多的建议了哈，比较实质的建议，或者说您觉得说，您还想要再分享在形容这个部分，您觉得您所得的是什么？你想要告诉全国观众朋友是什么？请举手发言好吗？等一下我们会再请我们这个台上的来宾做总结和回应。好，像我们如果在栽植的时候，有可能土地是自己的，也有可能是跟就是农民租借的。可是现在像我在美浓，我遇到比较多的问题是，美浓的土地炒作非常的严重。对，那当我想要就是，例如说我可能已经租了这块地，然后这个土质也非常适合，就像温总所讲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它其实是非常优质，尤其是我们用自然的农法照顾了这块土地之后，可是因为土地的炒作，有可能这个地主他会觉得，哎，我卖出去可能可以有一笔收入，而决定要卖的时候，或者是我想要把它买下来的时候，因为炒作之后，我相对我想把它买下来的成本比过去更高。我想这不是只有我会遇到的问题，甚至有更多想从农的朋友。他们返乡之后，尤其是在地人哦，我想回来从农，可是我现在必须花比过去更高的成本去购买自己附近的农地或承租农地。对，甚至因为承租其实都会遇到是，如果这个地主他要卖地的话，你就是得卖出，就是得还给他。对，这是现在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问题。对啊，也是我觉得对其他农民朋友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困扰。好，谢谢嘉荣。好，我们那个资金去远虑，我们先放一边。近优还有哪些？请举手发言好吗？还有呢？好，这位。你知道我们人力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缺乏，因为为什么？大家都说了，如果说他们都觉得回家种田也很好赚，大家都回家种田了，那我们现在也是请不到人了。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笑话了，不是回家种田，是因为人力太老化了。那我现在一直登报，我起薪3万，月休6天，没有人要做，来做1个礼拜。就要回去做2万4的工作了，为什么？为什么？对，我就建议局长可不可以开一班，就是专门在训练，不管是从学校也好，对，就是有一个这个服务我们这一些农民，其实大家农民都有遇到嘛，不管是1分地的1甲地的，有时候都需要人工嘛，对，那不需要说每个来打工的人都说，老板，那个听我现在很忙哦，那。不好意思，我现在薪水1300可能没办法做了，要1500。其实薪水不是我们愿意花这么多薪资去请他们，而是变成工作者来要求我们薪资了。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农业也很辛苦。好，谢谢你的问题。还有没有哪一位同学学员有问题的？好，这一位。进口的东西按入来的，按用的去做，我讲一个比方吼，近一下迄阵我讲台湾的苹果，一下拢还蛮迁出来，不过一下市场上拢有台湾的苹果诶。好，也就一个问题呀，按用诶。那本消费者真买到台湾出产呢？超。虽然贵系列，但是呢，真经愿意支持台湾农业，买到迄真经的台湾的产品。过还讲政府按用去把关，就讲迄阵都真是台湾的呀，好，有乜个方式，好，除了。像你讲的吉原谱产销履历一个问题以外，另外一个就会讲的进口的东西入来，我应用的讲的去做区别，好，我讲可贴一个防伪标签，也还讲像有乜个方式，伊就算去出，伊嘛会有一个记号记记安尼，好，也就会一个问题。这样问题。好，那我想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林教授，就是说其实。从农的这个人力不足这件事情，现在不只是人力老化，是人力不足这件事情，所以它仿佛是行农背后要永续经营一个非常大的隐忧。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之道？我觉得没有关系，老一辈的人来开始做，但是你年轻一代的，你还会自己在旁边看，你一定会跟着学。那斗南镇农会最成功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其实它就是一群年轻人在做的。所以我的答案2个，第一很简单，大家互相帮忙。既然我们是 team。那我们就互相帮忙。说实在的，我不管你种什么，好，那你互相帮忙，你才能知道别人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不然你到时候脑力激荡的时候，你也会跟我一样会不痛不痒，你会隔靴搔痒，都有可能。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是建议是农会来组织一个 team。那这个 team 因为是农会，你知道哪些人，他知道这些技术，他知道哪些人会做这些事情。那一方面又照顾这些老人家。
也给他有一个就业的机会，或是一个外快的收入的机会。第二个很简单的观念就是，因为他这一做，他产区调查他都知道，所以他可以安排。好，他可以安排，这个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做思考。工时可以安排。工时，这个都可以去做，而且他有可能做得不错的话，他可以跨区域整合。好，比如说高雄就跨到屏东，屏东跨到哪里去，或是到台南去。其实这个是一条线走出来的。台湾的农业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是属于热带水果的话，一定是从屏东上来，它的采收一定是这样上来的。那如果是亚热带或者温带的，它一定是从北部一直下来的。啊，所以你这个 team 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团结出来。好，我想这是一个解决劳力上的问题了哈。借这个机会，我回应一下刚刚我们新南人所提到的，新农，对不起，新农们所提到一个 MIT 的一个问题。可是 MIT 的这个问题里头没有错，我们其实对外我们打的是一个 MIT 的形象，但你对内你还是自我竞争啊，你还是各个品牌啊。所以我其实从我今天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我都提到一件事情，各位，我们今天到日本去买东西，我们都会买日本的好东西，对不对？可是各位知道吗？日本的好东西是留在日本，啊，台湾的好东西呢，赚外汇去。对呀，答案就在这里嘛。所以你一窝蜂的人跑到日本去就买日本的东西，为什么日本都说美味しい美味しい美味しい，所以你今天到那边去都美味しい呀，对不对？好，今天讲实话就是这样嘛。所以今天回过头来，应该是我们自己本身，各位大家，我们要创造我们的价值。好，那我们这个做好了之后，那我们这个形容的这个品牌就可以打到其他地方去，因为这边的人都说好啊，所以外国人就会觉得说，哦，那地方好啊，所以他就会去买这个东西。好，所以我想这个观念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哈。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好，你一定是从创新到所谓的畅销，一定是从创新到所谓畅销。所以你在这地方，你可能有得就有失。好，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你可能时间失去了，但是你可能赚了很多；你可能失去跟家人的机会，但是你可能赚了很多，等等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有得有失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今天不管大家刚刚所想的这个观念啦，以我在人力的这一块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解套，就是想办法跟教育部、跟农委会合作，我们跟农学院校、教育部这部分里头，我们希望他能补助一些经费。我们现在都在推一个所谓的实习方案。好，是一个产学合作的一个阶段，不是只有夜市，不只是学生实习，学生实习。我们希望农学院校的学生，你们刚好可以提供这些条件出来。好像屏东也有见习农场等等这一些的，那这一些东西就是要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而你也来当老师，好，你也来教他。那其实老师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教的过程当中又学会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你再去学。好，所以我想我这是一个基本的思考。所以人力上面的问题哈，我再重复一次，人力上面，第一我们要互相帮忙，第二就是透过农会去形成一个 team， 好，来沟通协调。那第三个说实在的，就透过产学的，好，就是说实习方案的。好，以上是做一个回应，谢谢。那钟良，我先从刚刚所讲的，比如租地的困难或者是请人的困难，我曾有过个经验啊，我曾经看到大家都在那么热衷下来种田，而且看起来收益不错的时候，我也动过念头，我也想下来种看看。好，结果我就下来，我也想开始出地啊。其实我都认识那些农民朋友，可是我就说，我想来试试看种田，有没有地要租给我的时候，没有人要租给我。其实我们都互相认识，为什么？就讲，我都田高，都唔係耕田人啊，唔記得係劈田嚟嗬，我用田嚟田嚟冇本拿去用咁嘅糟蹋很樣咯。好，就是說他們會擔心，就是說，如果真的是一個愛惜土地的農民，他雖然說現在可能因為年紀大，或者是說他條件不足，沒有辦法耕作，他願意把田租出去的時候，他也會希望是租給一個真正會耕作、懂耕作的農業耕作者，能夠愛惜他土地的人。對。那即使就是像，即使说我们互相认识，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他反而也不见得要租给我，因为他知道我过去我并不是农民。他知道你不是种田的料。所以对。但是这时候我就必须要表现说，怎么透过行动让他愿意相信，就是说我真的是有诚意想要来学习农业，然后我真的会爱护他的土地。好，这个过程事实上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返乡的过程。你要从事农业的话，开始要跟地方对话的第一步。怎么让地方上的人可以愿意接纳你？这接纳你不只是父母亲的问题，还包括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甚至是你外面整个社区的朋友。那这就是一个重新对话的过程。那反过来，当我今天在从事农业过程，我要找人，我要请人的时候，坦白说，我们都很鼓励，就是什么？从家人先来。
透过怎么样？透过你在从事一个返乡接手家里面的农业开始，重新跟自己的家人重新对话，然后发展一个家人互相合作的关系。我就遇到一个朋友，本来就是刚刚也有几位朋友提到嘛，哈，就本来跟父亲的关系是不好的，刚开始父亲也非常不信任，可是，在从事实际行动的过程里面，去慢慢改变那种亲子关系，重新找回对话的模式。好，所以人力的问题还是个很根本问题。虽然说不教他们生产，教他们生财，可是也要有东西可以卖，要在适当的时间刚刚好有人采收，它才有得卖。好，所以这还是一个生产跟销售，还是最后还是要扣连到一块了。今天如果说大家对于行农还是有一些想要更多的了解，或者说你今天我知道你们还有去参加这个就业博览会了哈，招这个旅北的这个农二代能够回乡来务农。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高雄整个这个行农的发展，或者说对一些南方的农业有一些想象的话，好像有一个南方农业论坛第2届又要来举办了。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关于南方农业论坛第2届这件事情，你们想要达到的企图心是什么？第2届的南方农业论坛呢，我们在7月25号到8月20号就要报名了，我们2天，每一天有1000位。我想以前看天吃饭的时代，乐天知命的时代，我们要改变，我们以喜悦的心情来接受社会的挑战，那才是我们行农本色，行农本色这个价值啦哈。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局长。到行农，用无相用的专业配件，带你新嘅创新嘅想法并做法，对于了其他人口老化、农村人力老化、农村人力唔拉用型嘅。规到台湾农村落寞的情况，我相信要把现质嘅改变，特别真正在带动台湾农村新嘅风貌、新嘅方向。啊，希望大家都还有机会来检验行农嘅就会成绩，也希望来到行农再做出一番成绩，帮大家来证明讲，其实做农真的可以有形有格。其实行农是值得大家来投注的未来一个新的希望的产业。以上给你重新台 P， 感谢大家参加，谢谢。